大家平安，我是敏媛，欢迎来到今天早上的圣经共读。在开始之前，我先来为大家做一个开始前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只是读到一段历史，而是真实的听见你对我们说话。愿你赐给我们安静的心、渴慕的灵，以及愿意顺服的态度。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手中，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大家平安，我是敏媛执事。今天呢，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以斯拉记的第7章11到28节。那这段经文不只是一纸诏书而已哦，更是神要透过历史、政治还有信仰交织下的奇妙作为。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在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被掳多年之后，已有部分的人陆续归回耶路撒冷。而以斯拉，他做一个出身祭司家族且通晓神律法的文士，被神兴起成为属灵复兴的带领者。接下来敏媛我呢，会带大家一起逐段的导读经文，最后我们会一起来思考今天的我们如何回应这段话语。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第11到13节，这里是王给以斯拉诏书的开头，也是整段任务的起点。让我们一起来读第11到13节。亚达薛西皇帝给以斯拉的文件，亚达薛西皇帝把以下的诏书颁给以斯拉。以斯拉是祭司和经学专家，精通上主赐给以色列的诫命和法律。我亚达薛西，诸王之王，赐予给精通天上上帝法律的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13节，我命令帝国内的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凡愿意的人都可以跟你一道回耶路撒冷。这段看似一份官方文件的开场，但里面其实蕴含了深层的神学意义。王尊重以斯拉的属灵身份，称他是精通神律法的文士。那这不仅反映出以斯拉的信仰见证，也证明神使外邦的王愿意配合他的计划。这也让我们看见神可以在任何政权中开门，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当神为我们打开一扇门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预备好踏出那一步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要读的是第14到20节，这段描述王如何供应以斯拉与圣殿的各种需要。我们一起来读第14节，我连同我的7个参谋，派你去调查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情况，看看人民有没有遵守那付托给你的上帝的法律。你要带我和我的参谋甘心乐意经营公务给那位住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以色列上帝。
你也要带着你在巴比伦省征收的一切金银和银子，以及以色列人和祭司们自愿献给耶路撒冷上帝圣殿的圣物。你要仅用这些钱买公牛、公绵羊、小绵羊、谷物和酒，奉献在耶路撒冷圣殿的祭坛上。剩下的金银，你可以按照你上帝的旨意，用在你和你同胞认为妥当的地方。你要把所有交给你那些圣殿侍奉用的器皿献给在耶路撒冷的上帝。此外，圣殿所需要的其他东西，你都可以从国库取用。你会发现，这段经文不只是提到财物，更提到王对以斯拉的信任。这份公义极其的丰富啊，并且应许以斯拉看着办。这其实有极高的自由和信任。我们也看到神如何不只是供应银两而已，也预备实际的需要。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你是否也相信神会为你所托付的预备所需呢？接着我们来读21到24节，王进一步命令地方官员支持以斯拉。我们一起来读。我命令所有在核心省的财政官员，尽快供给这精通天上上帝法律的经学专家以斯拉祭司所要求的每一样东西。最高限度可达银子3400公斤，麦子1万公斤，酒2000公升，橄榄油2000公升。至于盐，不受限制。天上上帝为我圣殿所命令的，你们都要热心去做，这样他才不会向我和继承我王位的人发怒。你们不许向祭司、利未人、歌手、守卫、工人或任何跟圣殿有关的人征税。这里我们也看到神使用了结构性的体制，让各地的资源一同留下他的计划。这不只是中央的命令，地方的官员也要一同配合跟支援。这也显现出神对全局的掌控，也提醒我们没有一个权柄是神不知晓的。那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今天也可以是神差遣去帮助别人的人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25到26节，这里是王给以斯拉治理的教导的责任。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你要用上帝给你的智慧，指派行政官员和审判官去治理全核心省的人民，就是那些遵守你上帝法律的人民。你必须把那法律教导不明白的人。如果人不服你上帝的法律和这帝国的法律，必须立刻受严厉的处罚，处死或放逐，或没收财产，或监禁。在这经文中，王不只是支持建立圣殿而已，以及敬拜，更授权以斯拉教导法律以及治理人民。这是极大的托付啊！也反映神希望他在百姓的属灵上与社会上都被重建。那面对这种生活的压抑，你是否也愿意让神的话影响你的决定呢？最后，我们一起来看27到28节，是以斯拉对神的感动以及行动。来，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说：愿上主，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受赞美。他使皇帝自愿以这样的方式让耶路撒冷上主的圣殿得尊荣。上帝的恩典使我赢得皇帝、他的参谋们以及他一切有权势的官员们的赞助。上主，我的上帝赐给我勇气，使我能招聚很多以色列宗族的领袖跟我一道回去。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归荣耀给神，承认他是神，承认呢神是神的手帮助他，并且也因此得着勇气，开始召集人一起向前同行。这是一个从感恩出发的行动信仰，而是靠着神踏出的第一步。接着带大家读完经文，我们一起回到生活上，可以有什么样的行动呢？第一，追求神的话语，使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能被神使用。我们可以像以斯拉一样，
愿意花时间认真研究神的律法、神的法律，而不是随手翻一页就算灵修。你可以设定1周1天，和小组或者家人或者是伴侣一起共读经文。我们每天都要渴慕神的话语。再来，神能透过看似不属灵的制度或权柄成就他的计划。当你遇到职场中有不公义的或是生活压力的时候，那也记得神能使用任何的制度、任何的人，成就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在环境中，我们依然要信靠神的作为。当然，当神托付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以斯拉一样得着勇气，带领、治理和回应呼召。也许我们不是站在台上的牧师，但我们可以在教会中负责接待或者关怀探访。我们可以像以斯拉一样，不只是靠着职位而已，而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勇气和感动，勇敢的回应神的呼召。当然也要记得我们是谁，我们是神的百姓，不要让这些社会的标签或者过去的伤害定义了你。神要我们活出他的子民的样式，公义、怜悯、诚实跟盼望。我们要回到身份的核心。这也提醒我们，律法的设立不是为了恐吓，而是上主对子民的慈爱和引导。即使我们仍然活在一个非常混乱以及张力的社会秩序中，神仍然以恩典带领我们回转，告诉我们，我要与你们同在，你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句话不只是给以色列人，也是给今天的你和我温柔的保证。最后，让我们用祷告来回应这段信息。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手曾经帮助以斯拉，也要帮助我们。当我们软弱、疑惑或不知道怎么回应你，求你再次鼓舞我们，使我们得着你从来的勇气。愿我们也成为那时代中的以斯拉，不一定要伟大，但忠心。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发光，照亮我们脚前的路。愿我们能够回应你的爱与呼召，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谢谢大家陪伴我在今天的圣经共读，大家工作加油哦！愿神赐福大家。在我心中是成为我的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的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我心中是成为我的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心中是成为我的路，或者是成为我生命，就在这里献上敬拜。在无掌握之处，我要献上敬拜。